介紹嘅單位係位於烏溪沙翠擁華庭5座嘅低層 B 室，佢係一個3房1套連儲物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816尺。一打開大門，正前方會係通往睡房、浴室、廚房嘅走廊，而右手邊就係單位嘅客飯廳。客飯廳呢一邊設有一個轉角窗，可以望到山景以及係內園嘅室外泳池景。然後我哋經過返單位嘅客飯廳，去到走廊嘅位置。我哋會先嚟到設有儲物室嘅廚房，工作台呈 U 字形設計，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然後嚟到右手邊嘅第一間睡房，同樣可以望到內園嘅泳池景。之後嚟到左手邊就係浴室嘅位置，亦都係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有窗係一個名廁，設有浴缸。廁所嘅對面係第二間睡房，設有一個大嘅轉角窗，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同埋係內園泳池景。最後走廊盡頭就係主人套房。主人房嘅浴室亦都係有窗，係一個名廁，同樣保留咗發展商嘅交樓標準，設有浴缸。有兩邊嘅大窗，所以採光度非常之足夠，可以飽覽晒成個室外泳池景，以及係馬鞍山山景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歡迎聯絡我 Leo。多謝收睇。